光之工作室今集我哋帶大家嚟到觀塘嘅友情廚房，係一間冇味精、冇防腐劑、冇人造色素嘅急凍熟食包公司。點解叫友情廚房？因為其實我個人都幾重友情嘅，呢個係真。即係我諗我自己對於朋友啊係絕對信賴，同埋我亦都覺得朋友都好信我。咁我覺得友情係好適合咯。喺一個咁競爭嘅社會，商業味咁濃嘅社會，我希望我可以令大家舒服啲，我自己都舒服啲。你哋嘅異象係啲咩啊？因為我自己咧本身其實係一個聽障人士，咁我自己呢一邊咧其實係冇 100% 冇咗噶啦。咁我另一邊咧其實係剩翻50度啦。咁我開頭點解無端端會揀餐飲咧？我本身唔識做生意嘅。咁係因為10幾年前我去一個餐廳，咁嗰間餐廳係全部請晒聽障人士。咁我第一次去咧，我覺得好深受感動，因為我覺得成間餐廳咧好和諧，好個每一個人咧都係發自內心嘅好享受、好舒服咁。咁我自己當時就有個心願，就係我第日都要開一間餐廳，要請晒所有，唔一定係聽障人士，而係我希望特別聽障人士我更加關心啦，因為我希望聽障人士係可以面對到社會，因為我自己深知道咧，聽障咧其實係一個看不到的殘疾，人哋唔知你有事，亦都唔會對你任何覺得你係殘障人士。咁我希望我哋建立到自信心，可以自己養到自己。有乜嘢係令你最感動㗎？就係呢個碗仔翅啦。咁都有個故事㗎喎。咁當年咧就係我有一個朋友啦，咁佢話佢爸爸咧係生咗 cancer， 冇胃口，好多嘢都唔想食，乜都唔想食。咁佢就諗起個碗仔翅，就同我訂咗翻去。咁之後爸爸好中意食，咁咧佢話佢未見佢爸爸食嘢食得咁開心啊！就係呢個碗仔翅。咁仲有咩特別咧？因為我哋係廚師熬10幾個鐘嘅高湯做湯底，然後用馬蹄粉去做，咁所以你咧食落去咧係唔會變到一嚿嚿立晒。咁大家真係要試呢個碗仔翅啦！想同客人講啲乜嘢呢？我哋呢度成間餐廳，無論係僱員或者我哋自己咧，都係好重視健康。我哋呢度所有嘅人咧都覺得過得自己過得人，我自己食得入口嘅，我先煮得出嚟。其實你食一食你就知道嗰樣嘢咧有冇味精，有冇添加劑㗎啦。我哋好有信心咁話俾你聽，我哋絕冇添加，亦都絕冇其他嘅防腐劑，100% 係香港製造。大家真係香港人，支持翻香港人，我哋係好需要大家嘅支持。美食推介：黑蒜烏雞湯超足料，勁好飲；梅菜扣肉餸飯一流啊！香煎柳餅爽脆又香口啊！仲有各種各樣唔同嘅到會美食。想知道更多有關友情廚房嘅美食資訊，歡迎大家 scan 以下嘅 QR code， 或者上 Facebook 搜尋佢哋嘅名就會揾到㗎喇。我哋下集見。